计时了。猜。哎呀，猜什么猜呀？你这大白天的，弄个帘子，点着蜡烛，我哪猜得出来啊？一点情调都没有。唉，太晚了，再不回去，夫人该起疑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刚把我睡完，就又惦记起你夫人来了。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可不是我把你给睡了，是我在这打了个盹而已，这两者可差着清白呢。你清白，你守身如玉，是我把你糟蹋了，行吧？那要真有这一天，我一定奉陪到底。想得美！哎，行了，别贫了，我真回去了啊。我一会儿去你家串门。等半个时辰呗，我先走。都依你，没良心！不跟你贫了，我先走。这都睡醒一觉了，程小公爷的酒怎么还没醒啊？应该是跟程小公爷聊天呢吧？天都黑了，至于聊那么久吗？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陪我去找找。夫君，夫人歇的可好啊？倩真都睡醒一觉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啊，别提了，那个德昭啊，借着点酒劲儿，一直跟我聊起来没完。从我爹聊到我爷爷，从我爷爷聊到他爷爷，最后我们竟然聊起了四叶兄的爷爷。聊完了爷爷呢，又聊祖宗，聊完了祖宗就聊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，聊的是昏天暗地，我也无法脱身呐。真是辛苦夫君了，来，快躺下歇会儿。我给夫君按摩。好啊。周爷，兰陵公主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知道了，先安排公主去正堂，我这就过来。这寡妇跟得够紧啊！合着我前脚走，她后脚就出门了。夫君好生歇着，妾身前去照应着。好好服侍夫君。见过公主。没有外人在，不用客气，快坐吧。子豪呢？陪程小公爷醒了一下午的酒，倦了，正在卧房歇息呢。公主莫急，晚膳的时候我去喊她。我怕是什么也吃不下了，上午吃的鱼到现在还没消化呢，这会儿肚子里一点余地都没有。谁不是呢？夫君，你应该是早就把程小公爷送走了吧？这死丫头，话里有话吧？夫君心里明白。明白啥？刚才吃鱼的时候，公主给你递眼色，妾身都看见了。就你机灵，不许跟夫人说啊！我才不说呢。哎，行了，别了，我也不受力。你怎么最近圆了很多？妾身长大了呗。要说兰陵公主啊，她还是我姨母呢。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。多漂亮啊！忘了，反正就是特别好看，而且还八面玲珑的，夫人也挺喜欢她的呢。你才15岁，懂个屁八面玲珑啊！妾身不小了，夫君你都扛不动我了。夫君，我是不是肉肉的？哎呀，你姨妈比你肉多了。这丫头存心恶心我呀！姨母，这也太邪恶了吧！我真是个不折不扣、败坏伦常的禽兽。哎呀，好了，以后换个称呼啊，不准叫姨妈，就叫兰陵公主。夫君，姨妈能做的事儿，妾身也能做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学好呢？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抽你了？早抽！还把你抽高兴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
兰陵他不是什么坏人，就算他是个坏人，也没对咱们家存什么坏心眼儿。他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来跟我聊聊天，谈谈学术问题。你说他一个寡妇，他一天能干嘛？他也就这点消遣了。所以你别给我胡思乱想的。其实年龄还小，还要夫君多管教呢。话头。还有，我跟你说啊，兰陵改天再来咱们家的时候，你别东躲西藏的，大大方方的，该干啥干啥，明白吗？这快到饭点了吧？估计夫人也做了不少好吃的。走，带你吃饭去吧。夫君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跟夫人说。那你给我做汤。走走。哎，我算明白了，为什么达官贵人都喜欢吃这小稀粥啊？这小米粥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啊！夫君肠胃不适，要不换郎中来瞧瞧？我就是前2天吃烧烤吃太多了，想到孜然我就恶心，就想吃点清淡的。子豪兄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吃饭的雅兴了。没事。哎，你吃了吗？没吃一块吃点。没肉啊？不用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打听出来了，四爷兄啊已经随关内府兵进驻了善州，而且啊，他这回烧了大量的牦牛肉干，够吃好一阵呢。西宁早先不是在宿州吗？怎么在隆冬有调动的？善州已经是大唐和吐蕃的交界处了，如果发生战事，那里肯定是最前线。也许朝廷使用的是以攻为守的策略来牵制吐蕃，给辽东战区减轻压力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新皇帝上台励精图治几年后，国力大增，信心爆棚的想开春变暖后2线作战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皇帝有不隋炀帝后尘的危险，和历史上所记载的李治截然不同啊！夫君，啊？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可是还是不舒服啊。子豪兄，你有病啊？你有病，别大惊小怪的。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回去一趟吧。回去？有事儿吗？我想去趟军部。军部，出啥大事了？没啥大事，别喊。这不都正月13了吗？再不拜年，就年都过了。我就想去军部跟同僚们打个招呼，顺便带点野味儿，还有孜然，看看你爷爷。还是夫君想的周到。那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这会儿就动身。哎，先吃啊。到了。来，夫人。好了，那我去就回，你们先回吧。夫君一路小心。放心吧。小侯爷，您坐稳当啊！夫人，走了。哎呦，云飞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王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专程来给诸位拜个晚年。不可能，真是折下吧你啊！哎呀，客气了。听说最近朝廷驻兵善州，是不是有什么战事？放心，一片祥和。那就好。没事，你们继续当你们的职，我先回了。今天是正月13，朝廷取消宵禁的头一天，街上热闹得很。
王大人不如去赏赏花灯。也罢，这天呢还真是说黑就黑了。那我也好回去顺便逛逛啊。那就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小哥请留步，此处乃北院禁地。啊，禁地，那我不进了。站住！请随在下过去记录一下。我没进去，我记录什么呀？烈性公干，请。好，配合。有为的人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今天赏灯，不经意乱走，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姓名？王修，字子豪。王子豪。王侯爷的后人。哎，对。婚配情况？有一贱内，还有一没过门的小妾。私闯皇家禁地，冲撞车驾，本应是重罪。但念你无为之举，又是忠良之后，上面没有怪罪下来。啊，误会，原来是名声长安的王参军，刚才都是误会。在下杨权，职责所在，失礼之处，还望见谅。啊，没事，这个本来就是我犯错在先啊，认罚。哎，什么错不错的，上面都不追究的，哪里还有错处？啊，请。好。兄弟一介武夫，刚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莫要见怪。今日有要职在身，难以奉陪，改日定亲自登门谢罪。啊，好，那我能走了？啊，当然可以走了。王兄也想留下也行，待在下子时交了差，咱们去小明宴乐呵乐呵。啊，不用了，太晚了，家里边还有人惦记呢。改天有机会的。好，有的是机会。好，那走了。哎，好，王兄慢走。哎，好。夫君逛灯市累了吧？还行吧，就是没有夫人的陪伴，有些无趣罢了。夫君若喜欢，妾身明天和二女陪夫君一起逛。那倒不必了，闹市那么闹，人山人海的又挤，无非就是看看花灯啊，猜猜字谜什么的。我想看花灯。花灯有什么可看的呀？为夫回头给你看灯中极品孔明灯。孔明灯？孔明灯是什么灯啊？不知道了吧？为夫回头做给你们看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夫君又要捣鼓新鲜玩意儿了。哎，这字从哪儿学的？《三国志》你看过吗？略有耳闻。就是里面那个才貌双全的帅哥诸葛亮，他发明的。帅哥？哇！飞起来了！夫君，你太伟大了！不是我伟大，是那个帅哥伟大呀！哎，你们看，那个像不像诸葛孔明的帽子？妾身又没见过那帅哥的帽子，他的品味也真独特。给女人讲历史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哎，你赶紧许愿吧，啊！哎，只要心诚，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我要是支一招，能让大唐的历史前进很多年吧。看来改变历史也没有那么麻烦，就是某个人的某个想法，要是付诸实施了，历史也就……侯爷，啊，胡先生，请坐。哎，谢侯爷。造纸作坊那边怎么样？我正是为这事来的。如今咱作坊的规模呀，比最早规划的大了3倍还多。光是工匠们的住宅呀，都占据了100多亩地，一下子把咱们庄子边上的坡地啊，用掉了老大的一片呐。哎，这打远望去，一式一样的房子，排列的是整整齐齐，煞是壮观呐。哎，你说这规模大，产量就高啊。现在咱造纸作坊的生产量已经达到了日产4万张的水平。4万张，这个数字还有上升的空间啊！按照预算，开足马力抓生产的话，
至少还能翻一翻。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？公主殿下精心制定了保密措施，作坊里近300名工匠都在户部挂了名号，尤其是几位把握关键技术的老师傅，那更叫可怜。举家被牵系在桩子上，虽说这薪水高得吓人吧，可人身自由被限制得死死的。桩子上几个大门，那都由公主府上亲派的护院把守着。作坊里上下人手都发了一个标示身份的小牌子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你没这牌子的话，那是见人撵人，见牛就撵牛啊！哼，这哪是什么造纸厂，简直就是21世纪军工机密研究所啊！恨人以德人，无爱必不仁，无爱亦无悲，中下两难全，岂乎天地间？世间本无间，无所谓见先。你没事吧？你快醒醒啊！讨厌！不会傻了吧？胡闹！试销的价格怎么能跟正式发售以后的价格一样呢？既然是合作，他们就没有权利单方面制定价格。小侯爷，您息怒。这件事情呢，还得凭借小侯爷您的威望，与公主殿下交涉才行。哎呀，对方的掌柜的是个女子，那是嘴尖舌利，刁蛮无比呀，在下实在难以抵挡，还是由侯爷您和公主殿下当面商气为好啊。算了算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胡先生，你坐。你也辛苦了，回头我还是亲自去找公主商议这件事吧。我就不信这个小丫头片子还上天了。侯爷啊，说的是，这定制的价钱要是散出去啊，想重新制定都来不及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去办。小侯爷喝茶。哎，洒了洒了，美什么呢？发春啊？讨厌！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。哎，是啊。胡先生也懂女人？不懂。不懂最好，省得麻烦。今天你也辛苦了，要不然留下来用膳吧。哎呦，谢小侯爷。不过，老奴刚刚邀好与钱管家一块喝酒的，就不跟着这张花了。那好，那我就不强求了，改天请你们一块来。哎，谢侯爷啊。哎，对了，明天就是正月15了吧？正是。那府上准备元宵了吗？老奴打算明天一早派人去买，这当天呐才新鲜，吃起来口感好。哎呦，买现成的有什么意思呀？咱们不如买点糯米，买点黑芝麻，咱们自己打馅儿，自己摇。还是那句话，自己动手。好，丰衣足食。好，老奴亲自去买，这就去啊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还得演算辽东战事呢。哎呀，我说让你。什么事你都说呀？怎么了？眨巴眼睛干嘛呀？脚崴了？抽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呀！臭，脚臭。不信我闻。你这简直是刀锋工人石川祥的脚啊！太臭了，快拿走！你这是汗脚啊！什么是汗脚啊？老爷，我曾经也是汗脚，能熏死一头牛。你这都是累的呀。花露水那边生意越好，你就越累。起早贪黑的忙活，能不臭吗？
这要是到了冬天更严重，弄不好还要长冻疮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算你问对人了，我治这个最有招了。你回头让钱叔、周大夫要点白矾，泡热水里边，每天晚上泡一泡，1个礼拜就能好。真的？啊，我能骗你？拿走！干嘛呢？你们两个玩呢？这是哪门子玩法呀？夫人，这是新玩法呀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还不给你们抽风呢？什么味儿啊？快去拿点熏香，把这屋里边熏一熏。哪来的臭味儿啊？夫人，吃臭豆腐了吧？夫人，春耕的事怎么样了？都安排好了，按照夫君的吩咐，所有的银杏树苗都种下了。啊，那就好。累不累啊？稍微休息休息。老爷夫人，饭好了。饭好了就拿进来啊，我们在屋里吃。哦。王子豪与娇妻美妾小情人在南山度过了相当销魂的假期。下一集，王子豪舌灿莲花，将兰陵公主压低白纸售价而赔钱销售的行径批得体无完肤。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壮丽的国家，为大唐的繁荣兴盛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默默地奋斗。